無良惡境佔用香港珍貴土地資源。香港土地匱乏，政府一直鼓勵火葬，但是警察特權人士，他們沒有應用行為，竟然可以長期佔用浩遠寶貴土地資源。以下資料來源維基百科。根據資料現時共15人佔用浩園土葬墓地，以現市值為每個90萬元正。第一類炒車類6人：關耀輝、吳柏銘、黃健康、陳業、星蘇志豪、陳家偉，懷疑與駕駛技術欠佳和練車有關。第二類工業意外類：警員江榮發因操作吊臂車死亡。每年香港因工業意外死亡不計其數，為何江先生獨享尊貴？第三類體能欠佳類：黃永基、馬樂文、吳俊山受訓期間猝死。第四類死於自然類：黃少鵬在家期間因急性心肌梗塞猝死。真正應用行為的只有4人：岑海傑、梁成恩、梁寶明、曾國恒。濫用浩園示意圖，濫用佔73%，真正有需要的只佔27%。本人不是黑心，也不是對先人不敬，只是希望保護香港土地資源，防止有人混水摸魚濫用制度，又食又拎。根據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第26條，禁止任何歧視，保證人人享有同等權利。因此本人要求將全港因為炒車而死亡的巴士佬、的士佬和因公死亡的搭棚佬、地盤佬、紮鐵佬全部永久土葬浩園。只代表個人意見。